踏入大齋期嘅第32日，有冇留意今日嘅香港？好多香港人都有情緒病，而且呢仲係年輕化，甚至乎乜嘢年齡都有。今日你又有冇被你嘅情緒困擾緊呢？耶穌話呢，佢講一切嘅說話俾佢嘅門徒知道，係要我哋呢喜樂可以滿足。今日我就好想大家去祈求噃，求主耶穌嘅喜樂嘅油去膏我哋啊！讓喜樂充滿喺我哋嘅內心，叫我裏面嚟到充滿滿足。求主耶穌去醫治我哋嘅情緒嘅壓制，攞走呢一啲唔屬於耶穌嘅嘢，帶領我哋進入佢嘅喜樂平安嘅裏面。為我哋禱告啊！請聽我讀出今日靈修嘅經文，記載喺約翰福音18章15至到27節。西門彼得跟着耶穌，另一個門徒也跟着。那門徒是大祭司所認識的，他就同耶穌進了大祭司的園子，彼得卻站在門外。大祭司所認識的那個門徒出來，對看門的侍女說了一聲，就領彼得進去。那看門的侍女對彼得說：你不也是這人的門徒嗎？他說：我不是。僕人和警衛因為天冷，生了炭火，站在那裏取暖。彼得也同他們站着取暖。於是大祭司盤問耶穌有關他的門徒和他教導的事。耶穌回答他：我一向都是公開地對世人講話。我常在會堂和聖殿裏，就是猶太人聚集的地方教導人。我私下並沒有講什麼。你為什麼問我呢？去問那些聽過我講話的人，我所說的，他們都知道。耶穌說了這些話，旁邊站着的一個警衛打了他一耳光，說：你這樣回答大祭司嗎？耶穌回答他：假如我說的不對，你指正不對的地方；假如我說的對，你為什麼打我呢？於是亞那把耶穌綁着，押解到大祭司該亞法那裏。西門彼得正站着取暖，有人對他說：你不也是他的門徒嗎？彼得不承認，說：我不是。大祭司的一個僕人，是被彼得削掉耳朵那人的親屬，說：我不是看見你同他在園子裏嗎？彼得又不承認，立刻雞就叫了。讓我哋細心慢慢睇清楚呢一段嘅經文。經文緊貼上文，
耶穌咧喺最後嘅一餐飯之後，同門徒一齊出去，經過汲淪溪，嚟到一個園子，相信呢一度就係客西馬尼園啦，係耶穌同門徒屢次聚集嘅地方。猶大帶住一大隊嘅軍兵，同埋聖殿嘅警衛嚟到捉拿耶穌。喺過程嘅當中，西門彼得攞出一把刀，大力砍落大祭司僕人嘅耳仔嗰度。最後，耶穌叫佢收刀入鞘。軍兵、千夫長同埋警衛就捉拿住耶穌，綁住佢，押佢去見亞那啦。今日呢段經文就係接住呢一個部分。經文去記載，彼得同埋另外一個門徒都跟住耶穌。另外一個門徒應該就係使徒約翰啦。約翰係認識大祭司嘅，所以好容易就走咗入去大祭司嘅園子啦。彼得呢，就仍然企咗喺門外面。約翰走出嚟，同當中看門嘅侍女講咗一聲，就帶彼得入去。點知看門嘅呢個侍女見到彼得就問啦：你唔係佢嘅門徒咩？彼得就答：唔係。嗰一日嘅晚上，天氣好凍，僕人同埋警衛呢就生咗炭火喺度取暖，彼得就企埋一齊取暖啦。當其時，大祭司去盤問耶穌有關佢嘅門徒同埋佢教導嘅事，耶穌就回答大祭司：我一向都係公開對每一個人講嘢㗎啦，我時時喺會堂喺聖殿裏邊教導人，就係你哋猶太人聚集嘅地方嗰度教導。我私下都冇講啲乜嘢，你為乜嘢問我呢？不如去問下嗰啲聽我講嘢嗰啲人咯，我講嘅說話佢哋都知㗎。耶穌講完呢一啲嘅說話之後呢，企喺旁邊嘅警衛就打咗佢一巴喎。呢個警衛就咁講：你咁樣同大祭司講嘢嘅咩？耶穌就回答：如果我講嘅唔啱，你可以指出我唔啱嘅地方。假如我講嘅嘢係啱嘅，為咩打我呢？於是亞那就將耶穌綁住押解去大祭司該亞法嗰度啦。西門彼得當其時正喺度取緊暖，有人見到佢就問啦：你唔係佢嘅門徒咩？彼得就唔承認，話我唔係。點不知喺當其時，嗰個曾經俾佢當場削掉耳仔嘅嗰個人嘅親屬見到佢，就話啦：我唔係見到你喺嗰個園子裏嘅咩？彼得唔承認，立刻就雞叫啦。耶穌係曾經預言過佢將要喺雞叫前3次唔認佢，可以想象到當其時嘅彼得心情有幾複雜呢？今日呢段經文，神又透過佢同你講咗啲乜嘢？到底乜嘢驅使彼得跟住耶穌後邊嘅呢？喺門外嘅時候，侍女問佢嘅時候，
佢冇逃走到，佢講咗句大話，我唔係佢嘅門徒啊。為咩佢講呢句說話呢？佢係親眼見到大祭司盤問耶穌嘅內容，最後耶穌被押解去到該亞法嗰度。呢度再描述，又有人問佢：你唔係佢嘅門徒咩？呢一下彼得又再唔承認，但係佢冇離開道。就喺呢一個時間，嗰個俾佢削掉耳仔嘅僕人嘅親屬指認佢喺園嘅裏面見過佢，好似係證據確鑿咁，用刀嚟到削掉佢親人嘅耳仔，係有見證人㗎。相信呢一下彼得係好驚，彼得又唔承認，就喺呢一下雞就叫。佢第三次嘅唔承認，到底佢諗緊乜嘢？乜嘢令到彼得講第三次嘅我不是呢？好諷刺嘅係，耶穌維護佢哋嘅時候係講我是，我就是。彼得三次嚟到講我不是。我哋又有冇曾經好驚去承認我哋係耶穌嘅門徒啊？彼得曾經同耶穌講：我為咗你，我可以連命都唔要㗎。但呢一度，佢嘅懼怕戰勝咗佢裏面嘅忠誠。耶穌嘅啟示，雞叫之前三次唔認佢，喺呢度應驗啦。對彼得有啲咩意義呢？今日讓我哋都嚟到主嘅面前，主耶穌，多謝你，多謝你喺面對盤問嘅過程，你嘅說話都喺度維護緊你嘅門徒。耶穌，我哋知道，你雖然預先講咗俾彼得知，雞叫之前三次會唔認你，但係主啊，你並未有嬲過佢，你係明白彼得嘅軟弱。主啊，我哋有軟弱啊，求你憐憫我哋，我哋會退縮㗎。我哋會對罪妥協㗎，我哋嘅世界觀會同你嘅教導角力嘅時候，我哋都唔去對世界 say no。求天父你赦免我哋，求你幫助我哋啊！主耶穌，多謝你嘅愛，多謝你體恤我哋。好似彼得一樣嘅軟弱，多謝你明白我哋嘅不堪一擊，多謝你仍然冇改變你嘅心意，
你認定揀選我哋，你話唔係我哋揀選你，係你揀選我哋。求你就讓你嘅計劃成全喺我哋嘅生命當中，讓我哋成為你所揀選、深愛你嘅人。垂聽我哋同心喺你面前嘅祈禱，奉耶穌基督嘅名，阿門。